哇，不得了啦！單價8字頭買中山市中心精裝舒適大4房單位，咁樓下呢就有泳池娛樂設施嘅，咁周邊配套呢已經完善晒噶啦。咁5分鐘呢可以到達萬文匯 V Park 同埋3分鐘呢可以到達港口醫院，40分鐘可以翻到香港噶啦。咁呢個咁筍嘅項目呢就係上城南岸啦，一齊過嚟睇下咩料。嗱，選擇一個住得舒適嘅好房呢，唔係一味嘅追求低價嘅，而係揾出一個出質繁華、入質寧靜嘅，仲可以俾到 VIP 嘅優質服務俾到你嘅社區。咁上城南岸呢，就係超高嘅性價比啦，落樓呢，就係站點，輕鬆可以直達香港，無縫連接中港兩地嘅。咁安家於此呢，事業同埋生活都可以輕鬆駕馭嘅。中山三寶超市已經開業啦，出門呢10分鐘可以直達嘅，咁足不出戶你都可以享受到吃喝玩樂嘅一站式嘅享受，咁仲贈送埋5000蚊嘅三寶購物卡喎，實現購物自由。咁呢個小區呢，有超過60%嘅都係香港人啊，咁住喺上城南岸呢，滿足你對理想生活嘅全部追求。咁樓下呢，就有健身瑜伽飯會所同埋雙泳池嘅，咁兒童遊樂園呢啲全部都係有嘅，仲有萬科嘅5星級物管，完善嘅配套，貼心嘅服務。咁入住後呢，開發商仲會定期舉辦業主活動，居住喺呢度呢，係溫暖滿滿嘅。依家上城南岸全新純南向新品家居，產品面積呢80至110平方嘅3至4房，南向無敵景觀4房單位看園林及泳池景嘅，大裝修全現樓，所見即所得嘅，即買即出房產證啊！依家開發商服務升級，感恩回饋，限時呢特價8000蚊帶埋裝修噶啦，送產權車位，送家私家電大禮包啊！咁首期呢只需要3萬蚊即可上車嘅，即買即辦證啊，即買即入住一齊過嚟睇下先。可以睇到小區嘅內部園林景觀呢都係非常之靚仔嘅，咁我哋上去睇下個樣板間先。4房2廳2衛嘅一個戶型OK， 我哋即時入嚟睇下先。咁入到嚟右手邊呢係佢一個鞋櫃嘅一個位置咁左手邊呢係一間書房空間都係 OK 嘅坐喺度辦公都係非常之舒適嘅。嗱，呢度就佢個客廳啦，客廳開間呢係4米嘅係一個超級舒適嘅距離啦。睇埋佢陽台嘅景觀先，咁陽台呢係有半贈送嘅面積嘅可以整個洗衣機喺呢度洗手盤都可以整埋啲櫃喺呢度嘅咁呢邊睇嘅呢就係內部嘅一個園林嘅景觀OK， 我哋再睇翻佢個房間戶型格局呢邊就係餐廳餐台位可以整一個10人嘅都 OK 嘅10人嘅餐台位呢度就廚房啦。一個封閉式嘅廚房，咁呢啲呢都係佢個交樓嘅一個標準嚟嘅廚房3件套呢啲房間格局，咁呢邊呢係做咗一個乾濕分離設計嘅一個洗手間，咁可以睇到空間呢都係非常之闊落嘅企喺呢度呢完全都唔會覺得逼嘅個洗手台都好大。呢邊呢間呢就係佢個兒童房啦空間相當嘅寬敞嘅整埋啲一排櫃都可以睇到咧係相當嘅溫馨嘅。咁呢邊咧可以做一間客房或者長輩房都冇問題嘅睇嘅都係內部嘅一個園林景觀可以睇到係非常之舒適嘅。再睇翻佢靚靚嘅主人房套間3面落床嘅1.8米嘅大床。咁呢邊呢仲有一個花園嘅，咁佢呢邊呢睇嘅就係一個城市嘅景觀因為呢度係2樓嘅樣板間，睇得唔係好高主人房係相當之闊落嘅，乾濕分離設計嘅洗手間。呢度呢整一個開門可以隔開個洗手間非常之 OK。咁呢度呢首期呢就3萬蚊，單價呢就係8000幾蚊一平方，帶埋精裝修嘅現樓，即買即可以拎包入住噶啦咁有興趣嘅朋友呢就歡迎私信我咯，我發啲詳細嘅資料戶型圖俾你睇下OK， 我係小站，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